帶狗狗出去 outing，即係出街去玩，梗係唔係啦。今日就話你哋知，我哋 trainer 平時會做啲咩啦。我係 MyDogFit 嘅犬隻訓練師 Amy。每次外出訓練，我哋都會同家長約定喺一個集合點會合。如果有需要 ，trainer 都可以安排上門接送狗狗。同學仔到齊就可以出發啦。每次我哋都會因應狗狗唔同嘅性格或者想改善嘅行為問題而制定路線。呢團嘅狗狗對於市區人多車多嘅環境會容易緊張，所以我哋喺路線規劃上選擇咗喺市區出發，增加佢哋接觸嘈雜環境嘅機會，然後我哋再向郊區出發，喺山徑呢啲比較安靜嘅環境，狗狗可以容易專注去做訓練。一開始我哋會帶狗狗 warm up 下，熟習一下新環境先。行到咁上下，就開始唔同嘅隊形變化，轉換位置，幾隻狗狗並行，嘗試同同學仔拉近距離等等。每隻狗狗嘅情況、性格都唔同。有啲狗狗對其他狗狗敏感啲，就會學習點樣社交；有啲係好少出街嘅狗狗，就可以接觸多啲外界。當去到平地、草原，除咗會休息之外，都會同狗狗做唔同嘅練習。呢度我就同狗狗做緊 stay， 面對有 dog reactive 嘅狗狗 Cheshire 用一個接近離開再接近離開嘅方式，幫助狗狗製造多一啲見到狗狗都可以保持冷靜嘅良好經驗值。做晒練習，休息完，我哋就行返去接送點放學嚕。所有未參加過 MyDogFit 訓練課程嘅狗狗，我哋都需要先做一次評估，了解咗狗狗嘅情況，我哋先會帶佢出嚟做訓練㗎。